是每一间学校面对着疫情，拢唔敢大意。到国小特别去做迄个3个面的隔板，放伫个桌顶，避免同学之间乱手传染。每一个班级除了有班长、卫生股长之外，阁来设一个消毒长，专门来负责着教室内底消毒的工作，这个责任重大。有的学校食中昼是禁止讲话，或者是禁买外送。拢已经做到这个程度咯，也是有真侪家长真袂放心，烦恼到昨暝困无好。担心病毒十面埋伏，大家国小3面围堵。你看看啊，每个孩子桌上都有这个么字形的黄色隔板，是用来阻绝飞沫传染的风险。有地方的囡仔伫食面，也毋过袂去烧喷。学校专工做这款黄色3面的隔板，是帮助囡仔对抗病毒，因为即马已经开学暗。昨个困无好，困无好啊，这环绕的对。以前会放鞭炮，耶，开学了，开学了，对，鬼门关这样。对，但是现在就是会心情会比较焦虑。35.3好，采消毒水。大人惊，老师搁较惊，入校门爱量体温，鞋仔爱打一粒消毒水，有打就保护臂。为了通风，教室内面的塔门拢会拍开，大家国小为了大家平安，逐班拢加一个守护神。班上有班长、副班长、学务股长、风纪股长，但现在呢多了一个很重要的长，请问你是什么长？消毒长。有什么重责大任呢？帮教室消毒。门边入学课时爱消毒一摆，这个桌啊嘛袂使落胶。每一个学校防疫开战，大安国小禁止外人入去学校。防护国中食中昼饭的时袂使讲话。和平国中禁止叫外送的餐点。这场甲病毒的比赛，希望大家拢总会使顺利过关。